我好想要同18歲嘅自己講，對唔住啊，我原來一直都唔識點樣愛自己。以前咧，我一直都以為愛自己咧就係代表無條件咁樣接納晒自己所有嘅嘢。但我後來咧發現其實唔係喎，我一直喺度諗啊，我自己唔夠靚仔啦，我身材唔夠人哋好啦，甚至我有好多缺點啦。咁我點樣先可以更加愛自己呢啲缺點呢？但最近我明白咗，其實真正嘅愛自己咧係好簡單，就係接納自己嘅唔完美嘅同時，去發揮自己最好嗰一面，同埋成為嗰個令自己驕傲嘅自己。所以我發現咧，其實愛自己咧係源自於有幾個 moment 㗎。第一個就係當你做一啲你無悔，你真係好想做嘅嘢嘅時候咧，其實你係會好自然為你自己感到好驕傲。第二個時候就係當你咧自己真係活出咗你自己理想嘅嗰個版本，你做緊你人生最渴望嘅嗰啲事嘅時候咧，你都係咧覺得自己真係做得好好，同埋好由衷咁樣好欣賞自己。所以我發現咧，其實係唔需要點樣執着於自己嘅缺點嘅，反而咧愛自己我就會諗點樣可以放大我自己咁亮麗、咁令我自己驕傲嘅嗰啲面向咧。所以我好想同翻咧18歲嘅 Carol講，愛自己唔係關於咧接納自己嘅平庸，而係活出嗰一個令到自己最自豪、最驕傲嗰一面。唔知你對愛自己有啲咩睇法咧？你可以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喎。